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每週交易點子，我哋嘅節目主持 Marvin。我哋呢個節目呢會有好多唔同嘅外匯同埋黃金嘅貴金屬資訊送翻俾大家嘅。大家未 subscribe 嘅朋友仔呢，記得撳翻個 subscribe 掣啦。事不宜遲，我哋先睇睇上一週嘅市場狀況。我哋先睇睇美元對日元方面啦。上週美元對日元呢一度升至162.84，創下自1986年以嚟約40年以來嘅日元貶值新低水準。隨住呢週末臨緊啊，股價呢又急跌去到160.5，整週呈現高波動嘅走勢。主要背景呢可以歸納為5點嘅。第一點就係美國利率帶動美元嘅買盤啦，加上月底嘅資金需求推動美元走強。第二點呢，就係美聯儲主席呢 Kevin Warsh 呢表示，通脹風險正在下降嘅言論，令到呢市場對提前加息嘅預期降溫嘅。第三點就係美國非農就業報告疲弱，加劇咗市場嘅美元賣壓。第四點啦，就係市場警惕日本政府同埋日本央行呢可能改變外匯干預嘅方式。第五點呢，就係美國獨立紀念日前夕，市場流動性下降啦，咁加上呢海外投資者啦進行咗倉位嘅調整。我哋詳細睇睇啦，就係週初儘管市場呢仍然對美國同埋伊朗相關嘅總統局勢保持警戒，但係原油價格呢維持喺每桶60至到70美元嘅區間當中啦，整體表現係相對係平穩嘅。因此避險性嘅美元買盤啦，影響仍然係有限。另一方面呢，市場焦點重新去到貨幣政策上面啦，受到係6月呢個 FOMC 會議後市場對美聯儲提前加息嘅預期升溫影響啦。美國嘅短期利率係走高，再加上呢上月底同埋季度末嘅美元需求呢，共同推動美元對日元突破心理關口，去到162嘅。刷新咗自1986年以嚟嘅新高位啦。亦都引發咗呢個止損嘅買盤，導致美元嘅買入盤啦，同埋日元嘅賣出盤呢進一步加速啦。匯價呢係一度升到去162.84嘅。不過喺162嘅區間上面啦，市場呢對日本政府同埋日本央行呢可能進行嘅外匯干預警戒情緒進一步提高嘅。市場關注嘅焦點呢，亦都係從呢個係咪會干預啦，轉為係喺呢個邊一個價位去干預啦。喺各國嘅關口嘅附近上面啦，美元對日元嘅上行嘅情況呢係均受到壓制嘅。上漲嘅步伐呢逐漸係放緩嘅。其後呢，市場呢嘅走勢呢係轉翻去呢個美聯儲嘅官員嘅發言啦。美聯儲嘅主席 Kevin Warsh 呢係表示，通脹風險正在下降，使到呢市場原本高漲嘅提前加息預期呢係有所降溫。受呢個情況嘅影響啦，美國嘅利率呢係回落翻，美元嘅買入盤呢係隨之而減弱嘅。此外，上週後半啦公佈嘅美國6月非農就業報告嘅顯示啦，雖然呢失業率係維持喺低位，但係非農新增就業人數大幅低於市場預期，且前2個月嘅數據呢又遭到大幅度嘅下收啦。市場更加重視新增就業人數嘅疲弱信號，認為美聯儲進一步加息嘅預期再度降溫，美元嘅賣出盤呢因此係加速嘅。美元對日元呢快速回落去到160日元嘅中段。日本方面啦，財務官三村表示啦，與市場嘅溝通啦，不只是説什麼，不説什麼同樣重要。呢個言論呢係引起市場高度嘅關注。市場開始認為呢，日本當局呢可能唔似喺4月底咁樣啦，先進行強烈嘅口頭干預，而喺缺乏預警嘅情況之下呢，直接進行呢個實彈下場嘅干預。因此市場呢普遍認為官方嘅干預政策呢可能已經出現變化。呢種不確定性呢亦都促使市場呢開始
削弱美元嘅多頭倉位嘅。此外，隨住美國嘅獨立紀念日假期將至啦，市場嘅參與者係減少，流動性下降，再加上市場對干預嘅警戒情緒，海外投機資金陸續獲利離場同埋調整倉位。臨近週末啦，美元對日元呢一度係跌到去160.50嘅，但係實際上呢並未確認咧係有官方嘅干預啦。隨住市場對干預嘅警戒情緒逐漸緩和啦，美元出現補回嘅買入盤啦。最終美元對日元呢喺161嘅中段呢附近呢係結束呢一週嘅交易嘅。我哋都轉一轉嘅方向啦，睇埋呢貴金屬黃金嘅部分啦。上週嘅國際金價呢，整體呈現先升後回落嘅震盪走勢嘅。週初受到中東地緣政治風險同埋美元嘅回落帶動啦，避險需求呢進一步推升金價一度走高嘅。其後啦，美聯儲主席 Kevin Warsh 咧表示通脹嘅風險正在下降啦，市場進一步呢將呢個加息嘅預期降溫啦。雖然呢係有利黃金嘅表現，但係呢美國呢6月嘅非農業就業數據呢係雖然疲弱，但係失業率呢仍然係維持低位嘅。加上市場呢風險嘅偏好嘅改善，令避險買入盤呢有所降溫嘅。整體而言啦，喺黃金喺美元同埋美債收益率回落嘅支持下呢，仍具有一定嘅韌性。但受制於市場對美聯儲嘅政策前期仍然存在分歧啦，價格維持區間震動，未能形成明確嘅突破。我哋轉鏡頭啦，去到睇睇呢個持倉比例啦。外匯持倉比例嘅變化呢就並唔大嘅。我哋集中睇翻呢，就係呢個紐指去到對美元啦。呢個New Zealand Dollar 即係呢個Kiwi Dollar 啦，我哋見到呢前週係9成半嘅買入，上週呢係回落去到呢7成8嘅買入嘅。貴金屬持倉比例變化方面啦，我哋先睇睇 XAUSD 黃金方面啦，前週就係4成半嘅買入，上週係回落去到得返2成半嘅啫。白銀方面持倉比例就不變嘅。熱門交投選擇啦，我哋睇下外匯方面啦，首位呢就係 USD/JPY 美元對日元嘅，比例達到去7成啊。緊接其後呢，只能夠數到呢就係呢個澳紙對美元啦，係有大概1成左右嘅。貴金屬部分啦，9成9嘅朋友仔呢都選擇咗呢個黃金嘅交易啊。睇埋黃金嘅日線走勢啦，我哋呢睇翻支持位呢會落喺4031嘅，阻力位會出現喺4222。對於本週嘅展望呢，我哋睇法啦，就本週雖然呢係缺乏咗一啲足以左右呢個市場方向嘅重要事件啦，但係市場嘅焦點呢，預計仍然會集中喺美國嘅貨幣政策前景上面嘅。週初呢將會公布呢個 ISM 非製造業經濟指數啦，同埋呢個 FOMC 嘅會議紀要啦。尤其值得關注嘅係呢個Kevin Warsh 咧擔任美聯儲主席呢，首次去公布 FOMC 嘅會議紀要。市場將會關注呢佢對呢個通脹嘅睇法啦，未來貨幣政策嘅操作方式啦，同埋以及對外溝通政策呢係咪出現咗變化啦。此外，市場呢亦都留意呢美聯儲官員嘅後續發言啦，觀察近期已經降溫嘅進一步加息預期呢係咪會重新修正嘅。日本方面呢將會公布每月勞動統計啦，同埋日本央行行長紀要會議等嘅資料。但係目前嚟講呢啲事件呢對於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立場產生重大影響可能性呢係較為有限嘅。美元對日元方面啦，雖然呢個日本政府啦同埋日本央行啦可能進行外匯干預警戒情緒呢，仍壓制呢個匯價嘅上行。但係真正決定市場方向嘅呢，將仍然係美國
嘅利率前景啦。目前市場咧已經開始咧將7月中旬公佈嘅美國 CPI 視為下一個重要嘅事件。咁啊喺呢個事件之前啦，咁啊美元對日元嘅情況啦，預料咧仍然受制於美國利率變化同埋美聯儲官員發言嘅影響，咁啊維持敏感同埋波動嘅走勢嘅。咁啊，本週嘅事件大家可以參考翻我哋嘅熒光幕所示啦。咁啊，週一就係美國嘅 ISM 嘅非製造業經濟嘅指數，咁啊週二就係日本嘅勞動統計，咁啊每月嘅勞動統計。咁啊週三方面呢，就比較多資訊啦，咁啊日本就有國際收支啦，咁啊亦都係重磅呢，就係落喺美國嘅 FOMC 會議紀要方面。咁啊，週四方面咧，日本央行分行長嘅會議，咁啊歐元區亦都有呢個 ECB 嘅會議紀要去公佈嘅。咁啊，去到週五呢，就係挪威嘅CPI 啦，咁啊同埋加拿大嘅就業報告嘅。咁啊，大家喺相關嘅日子呢，記得緊貼翻市場動向啦。我哋今週嘅市場資訊分享去到呢度，咁我哋下週同一時間再見，拜拜。